也无过阮常常来得罪你，伫个无知中得罪你。求主除去阮肉体的软弱，帮助阮会当脱离卑贱的事。亲爱天父上帝啊，感谢你小事，求主耶稣接做阮万福的源头。求你用宝血洗净阮，求圣神更新阮，恢复阮，甲你中间所有破碎的关系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听你阮的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多多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要成全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里的顶摆，我你期待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你手内，做你天生的器具。充满世界，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教示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。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要成全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心为的顶摆，无你期待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放伫手内，做你天生的器具，主听充满世界。所在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，为着今日主理新老病刘奇奇院长的信息回用，喜乐合唱团诗歌的献唱，还有第二堂恒金弟兄台北见证分享。献上咱的祈祷，嘛为着花莲地当的会当得到平安，甲所有修复主啊，运动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嘛为着世界和平，所有的战争会当快快，会当平息。咱为着这三项事件来祈祷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主，你是我主，你唱我这个。主感谢你，你是我的主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完成今仔日主理第一堂新荣医院刘奇奇院长的信息分享，喜乐合唱团诗歌的献唱，第二堂恒清弟兄台北的见证分享，阮献上阮的祈祷，主啊。我们将你的慈爱甲美好传出去，求你帮助阮伫个生活中会当为你做见证，互看到阮的人，拢会当想到明白你这位国真国外的事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求主你会当怜悯、稳定、平安，临到台湾这块土地。纪念台湾还有济济百姓，还未当明白你，嘛求你赦免台湾。得罪你，阮这个土地所得罪你的完全的上帝，你是掌管历史甲世界主，
嘛是阮国家的主，求你保守阮心爱的国家台湾。伫最近，阮陆续拄着几届地震，嘛引起一寡灾害，阮特别恳求你守护平安，除去所有的惊吓。我们清知，你丰盛的主爱无改变，你是阮的避难所，是阮所倚靠的，你的确拯救阮，保护阮，甲阮同在。愿求主保守，因为地震遭有患难的同胞，有死失的家庭，求主你来安慰；有损失产业的，求主来帮助，因为当重新建立，嘛互各地救灾人员伫救灾的同时，拢会当顺利平安，毁坏建设会当快快恢复。求你怜悯阮，保守台湾，互阮全国同胞拢会当做伙牵手度过这个危机甲灾难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你是世界和平的使者，请你赐予这个世界和平，互阮会当活伫个恁真正的平安内面。求各地所有的战争快快停止，检察阮看起来啥物拢袂当做，不过伫你无咱遮的事，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是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赐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应有真济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平凡，我无你期待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藏伫你手内，做你的心的器具，主名充满世界。你甲我同在，做我是为的平凡，我无你期待，带我脱离灾害。愿你甲我同在，将我藏伫你手内，做你的心的器具，主名充满世界。主你甲阮同在，就是请所有的会友，咱做伙起立，咱来敬拜咱的主，哈利路亚。任何的环境拢免惊惊，全能的上帝，伊要保护你，你毋免妄想。也毋免惊吓，全能的上帝保护你。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，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，你毋免妄想。也毋免惊吓，全能的上
来宣扬主性命。哦，主基督，让我一起来救罪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兄弟。兄弟的天命就是干，给我高呀我赢，我一样的把爱的领取。哦，主基督，让我一起来救亡你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兄弟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兄弟。你是弥赛亚，我主，我兄弟。